各位朋友，大家好。嗱，今日就係星期六啊，27號啊，4月27號。琴晚嘅成績又可以喎，推介畀大家4隊，贏3隊，一隊輸一半，就係車路士嗰隊。今晚繼續提供3隊畀大家參考下。今晚呢就提供一隊比甲，2隊嘅法甲。先講下比甲嗰隊，亨克對住安特衛普，亨克而家負1對住安特衛普，亨克個主場比較惡嘅，所以對住對安特衛普客場比較弱嘅呢隊，我都係提供亨克畀大家參考下，睇下亨克能唔能夠贏到2球或以上。另外呢，就法甲一隊朗斯對住歐塞爾，雖然呢，就朗斯同歐塞爾都冇咩嘢爭㗎啦，但係朗斯嘅主場呢就幾好嘅，而家就係讓負1畀歐塞爾，反觀歐塞爾嘅客場呢就差啲，睇下今晚朗斯會唔會贏到歐塞爾。另外一場呢，就馬賽對住比斯特，馬賽呢，就而家仲要保住嗰個下屆歐冠嘅資格嘅，反觀比斯特呢，就冇畀佢爭㗎啦，但係而家呢，就讓到好深，應該會跑得出㗎啦。嗰隊馬賽而家讓到1.25，馬賽而家排行第3，聯賽55分。底下仲有追趕住嘅就利昂、尼斯、斯特拉斯堡嘅，所以呢，就今場呢，就主場，憑住主場一定要贏。希望馬賽能夠擊敗比斯特，好嘛？今晚呢，就提供呢3隊，希望幫到大家。大家鍾意嘅頻道記得點讚、訂閱下、轉發。呢輪嘅成績都非常之好，祝大家好運，下期再見，好，拜拜。